的干部情况麻烦注意一下。哦，分享咱楼顶哦3楼5楼哦，干部情况麻烦你注意一下。哦，看咱家吼楼顶吼，也好倒水落来，哦楼顶也好倒水落来吼，无咱头前就遮吼哦开始这饮水个咧，哦咱分享是3楼5楼的干部情况。哦，麻烦你注意一下，哦，我互人倒水，哦，是楼顶倒水过来，哦，无咱楼下的这个大路停车吼，哦，开始咧漏水啊。这最后天星叫那个这个咱注意者，咱预定3点15分，3点15分角度回答。